文字转语音啊，多国语言啊。This is a test voic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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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转成声音档啊，按 Save。那我可以存在那个存成MP3档，可以存档，然后可以用来配合影片做配音啊，影片配音之用。处理很多国家的语文呢。